公司逼我打籃球，而家熱播緊，大家都睇到 Rover 嘅亨仔同希俊喺球場嘅表現，佢哋覺得自己喺球隊係咩擔當？搞笑擔當嘅，但我唔想做搞笑擔當，但係因為我平時太多失誤，所以就好蝦碌咁樣。速度擔當咯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嘅速度都比較快嘅，咁我就可以做一啲切入分球或者係一啲切入得分嘅一啲角色咯。兄弟同心，佢哋不約而同覺得拍攝節目最難忘嘅事係友情啊！即係我T-So希俊，即係都同班師兄一齊做節目都好驚，即係擔心佢哋會唔會有架子啊嗰啲，但係其實都冇，佢哋非常 nice 啊，大家都真係好似兄弟咁樣。成隊愛情多合樽嘅男隊員，然後我哋就圍埋咗一齊喺度傾偈。咁又當初我哋可能同阿師兄啊，甚至可能 AJL 啊、Brian 佢哋都一開始冇咁熟嘅，但係經過咗嗰晚之後，大家都敞開心扉咗。想知愛情當入樽呢隊球隊將會有咩挑戰，就要繼續留意公司逼我打籃球啦！